惠州海邊的浪漫第11天，今朝喺酒店食自助早餐，之後就返房收拾行李，開車離開。現在上午10點半，我哋開車離開韶關。尋日去完丹霞山睇山，而家我哋開車330公里去惠州嘅海邊睇海。過收費站後200米向右前方行駛。我哋離開丹霞山，離開韶關啦。車程雖然長，但係路上風景優美，開車係一種享受。下晝3點半，我哋到達今日嘅住宿地點華潤小徑灣觀海軒。我哋嚟到25樓03單位，呢個唔係酒店，而係一個小區之中嘅單位，設立做咗民宿。呢個單位狀態唔錯，而最大嘅優點係有一個全海景嘅陽台。因為淡季，房價就唔高，我哋租用一晚係148蚊。不過就唔係免費泊車，我哋要另外俾35蚊停車費。晚上我哋喺呢間89號漁船食咗一個簡單晚餐，埋單133蚊。第12天，早上陽台嘅景色相當好，有雲、有海、有山、有沙灘。我哋落到樓下，呢個小區嘅園林景色亦都相當好。我哋出到門口嘅商業街，想揾早餐食。不過而家9點半，呢條商業街好靜，大部分嘅店鋪都未開門。例如呢間就要12點半開，又例如我哋嘅目標冰室就11點先至開始營業。結果我哋就將就下去咗瑞幸咖啡。呢一方面同我嘅印象好唔同，我成日覺得中國人好勤力，一般都會好早開工嘅。今次見到啲店鋪咁遲開，我係有啲失望嘅。食完早餐，我哋行去沙灘散步。呢度有藍天白雲、椰林樹影、海風輕拂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呢度有一啲租單車嘅站點，我亦都見到有人踩單車。華潤小徑灣係一個好地方，今次我逗留嘅時間唔多，下次我可以再嚟租單車沿沙灘小路同埋海邊嘅棧道踩，應該係一件賞心樂事。頭先未開門嘅呢一間冰室，而家已經開始營業啦。我哋就嚟食午餐，食嘅係香港茶餐廳嘅食物，但係有啲唔理想，就係火腿係酸咗，應該係壞嘅。我哋通知咗餐廳職員，佢哋都肯幫我哋更換過其他食物。下晝我哋開車10幾分鐘去到十里銀灘，我朋友屋企李閒舍，入住佢設立嘅觀海房。呢一個係有包含洗手間嘅套房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第13日，另外2對車友夫婦先後嚟到李閒舍，我哋一齊喺度度假。我哋嘅室內活動包括下晝5點20分準時喺呢個向西嘅大窗前面坐定定欣賞日落。觀賞日出。食外賣嘅大餐。迷信咧，擺咪可以靚啲嘅，入嚟睇到。有間燈射住佢咯。好好味我唔係信，不過唔好頭推住我大陸。你係唔係信，你係極信。你係迷信。
包毛巾，高手嘅，好難啊！我好雜，我係自己打牌嗰啲人狗啊自己整呢邊手狗。咁係咪每打完一鋪就又再有下個位啊？第4圈先執埋㗎嘛。飲食活動包括喺惠東縣魚林點心樓飲茶，咁話咧，即係唔食嗰個錢咯。咁啊，如果 winner 一定攆過晒嗰啲平嘅。埋單每人56蚊。喺惠州市水東街也是大排檔晚餐，埋單每人173蚊。景點活動參觀惠州蘇東坡紀念館。登上漁光亭，眺望新近落成嘅鵝城大橋，遊覽水東街，第15天，今日係我呢次旅行最後一天啦。尋晚我哋玩到好夜，今日就起身之後，我哋就去食午餐。我哋開車嚟到巽寮灣呢一家名記海鮮大排檔。我舊年嚟食過2次，知道佢性價比係高嘅。今次嘅食物保持水準，價錢係每個人70蚊。食完飯，我哋開車去雙月灣睇風景。你4個過分啦，揸幾耐啊？過嚟望呢度，靚啊！預備，笑。喂，嗱，而家咁啊，阿 Billy 同阿思思兩個行落去啊，咁啊俾啊。OK。我哋居高臨下，俯瞰2個對稱嘅彎月形嘅海灘，真係壯觀。之後我哋離開雙月灣，開車2個半小時，到達大鵬半島嘅仙也慕懸崖海景餐廳。呢度有美麗嘅海景，有精緻嘅裝修佈置。有悅目可口嘅食物。三香之窗咧，佢話啊，佢啲三香而家個定位想做乜咧？咁有啲就話啊，做旅遊啦。我哋度過咗一個美好嘅時光，埋單成為每人172蚊。之後我哋就開車返屋企啦。結語：今次旅程，我哋從中山三鄉出發，北上粵北湘南地區，之後南下到惠州嘅海邊，最後返回中山三鄉，全程15日，開車2979公里。2個人嘅花費如下：飲食3176蚊，住宿2692蚊，景區1255蚊。呢個包括門票啊、觀光車啊、滑道等等，仲有係汽油費1189蚊，路費720蚊，雜項355蚊，總支出係9368蚊，平均每人每日係312蚊，平均每日玩唔夠1個景點，而大概有1半日子我哋都係有瞓晏覺，旅遊效率係唔高嘅。但係勝在夠 hea， 玩得輕鬆舒服。